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？欢迎收看《福起来》，我阿明哥刘孝明。湘潭国小喺我哋屏东也一个偏乡嘅国小，但是湘潭国小嘅声音呢，用画笔一笔一笔画出一段故乡嘅故事，同时嘛记录到一段xã區嘅大大細細嘅事情。推動也會非發揮也會能力咧，係一段嘅高中林秀英高中。其實林秀英高中當初都把一套也會能力等於也會偏向嘅學校，因為我哋偏向學校嘅聲音呢，開始慢慢的有自信。你今日有想到嘅，都喺我哋林秀英高中度嚟現場，我哋一齊嚟同分享，讓我開始用一套嘅力量，等於也會偏向嘅學校，同時把也繪本完成。我哋馬上歡迎你今日來賓。林秀英林高中嚟到現場，秀英高中好。阿明哥，安尼主持人，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林秀英。秀英先生，你這個係哪一片嘅行業？我係新竹嘅行業。你新竹嘅行業，嗰時我們係講白絲煙咯，係。係白絲煙。咁你攞嚟嘅湘潭國小嚟服務咯？我啲阿太嘅時候都搬來潮州帶，潮州都係我土生都啲啲生活嘅所在。我教書啲20年嘅時候來到湘潭國小，湘潭國小咧係是做高中，係來到偏鄉嘅所在，讓啲安尼教育嘅重要。而家最尾幾番嗬，感覺到要佢做嘅重點嗬，冇感到。來到偏鄉以後，能睇到教育嘅重要。就是講你去到偏鄉以後，你即刻發現到乜嘢？其實安尼嘅湘潭國小吼，佢離潮州差唔多15公里。安尼15公里嘅啲安尼所在吼，你啊細人咧，佢特殊嘅識字量個大，佢還有佢家庭嘅教育，還有青島資源都冇安尼安好。本來一天攏佇一般所在咧教書嘅人，都會感覺你喺聲音咧，其實佢哋真好，不過幾好無教育嘅力量，做得攏佢哋發揮出來，所以我感覺教育一定愛對你好好帶你喺聲音咧。因為你自己去過幾多地方，其他地方教過書嘛吼，嗰時你幾時間去到湘潭國小嘅時候，都會發現到講哦。雖然講伊能同潮州差15公里，但是其實教育嘅資源，人xã區地位嘅家庭對教育嘅嗰種想法，其實係差幾多嘅。差幾多，因為湘潭嘅所在吼，啲以前佢哋係同廠嘅工人較多，所以佢哋嘅生活過得真好。不過民國92年開始。安尼嘅同廠都冇做糖嘅，冇做糖，佢哋啲下都青島西頭冇法度做，攏會去個偏位來做些，安尼偏位做些人口嘅流失都真多，所以留下來都細人咧，冇都老人家，所以啲安尼xã區都真需要教育嘅力量。咁幾時間你做高中看到安尼情形嘅時間？你聽得想講有乜嘅方法去改進伊哋嘅學習嘅方法啊？其實我因為我係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嘅，所以我真家己啲文學嘅東西，所以家下我都想，安尼都從讀書來開始，而且啲阿細人啊，佢哋其實佢哋能力真好，是冇人教佢哋，個阿公阿婆攏睇錫細人咧。錫細人咧都唔盼得細人咧識苦，咩唔盼得細人咧做其他嘅事頭，所以我哋都用學校、用老幼共學，鄉下伴阿公阿婆鄉下來讀書。我記得我103年嘅時候，我哋咧xã區地區吼有一個氣爆事件，安尼氣爆事件，你阿公阿婆都真艱苦。你細人咧，我哋感覺南學校冇擔起這樣的責任。安尼實在嘅教育都冇辦法有影響，家下我哋都用青島畫本啊，帶細人來做畫，我哋帶細人去讓阿公阿婆，向阿公阿婆講故事本給人聽，我哋去做讀一家嘅總頭，去到總頭嘅時候，個聽阿公阿婆講故事，其實佢哋嘅感情都愈來愈好，我哋xã區地區咩有青島獨居老人。佢哋咩因為安尼細人咧去攏佢哋訪問拜訪，
大家都感情都愈来愈好，安尼老幼共学都开始安尼乡谈国小亲好的教育开始。安尼谈好了，都变成讲，本来迄可能係一個社會問題嘅隔代教育，但是睇人也會改變以後，變成老幼共學、老幼共學，變成唔係講係個教育嘅問題，變成係讀嘅人，唔管係阿公阿婆吼，細人咧，共下來學習，同時都會講，譬如講，而家用一個課本，或用個書本嘅方法，去幫細人嚟開始去畫，能講沙奇裡邊嘅東西。一開始我想要用繪本來本細人嚟去開始記錄沙奇裡邊嘅東西咯。家下吼，我其實咩唔知會對哪較好。啊，特殊細人嚟講無深度興趣，我哋都帶會作用嘅。所以家下吼，叫我哋咧暑假嘅時候，我都想講啊，無本細人嚟畫圖。我哋咧細人嚟畫嘅圖吼，有彩色嘅，免有啲無彩色嘅。啊，細人嚟畫到來，我哋都攏佢拿來做我哋sản婦嘅 logo。啊，有一日細人嚟問我，講教總，啊，你個追日型太陽能做造型嘅時候，喺東邊，啊，你我哋咧苗條條嘅，佢水唔足夠，我用嘅水唔足夠咯。佢講按講咧，我都想講，用我有按好嘅想法。啊，多目前我哋都本身人咧，迄款和黃裳鳳蝶，迄款青蛙，佢做得用了最日新太陽能上的物件，所以家下我哋都做了本貓頭鷹接力塔水唔落夠，安尼一本我哋家下真貪心，讓所有鄉談的動物吼，攏上啲地杯。不過安尼一本吼，40人也。啊，細人咧，突到後背吼，都無信心，要無氣味，都要直接問我哋講，啊，吹後係乜嘅？所以安尼，我哋後來兩邊，我哋所有嘅繪本吼，都心意嘅跨越都做得咧。安尼細人嘅興趣，佫凸起來，真好。所以對了安尼，第一本到了下111年，我哋屏東縣有116本。我哋攏係用心意嘅跨越來做安尼嘅繪本，係。咁像即個安尼行嘅第一本畫繪本以後，你有想到過要出版冇？好，家下都會想到要出版，因為你係細人咧，唔知即家做得做乜嘅，咩見人嘅自信心吼真無啦，所以今日攏在想講，安尼出版我係小作家，我係小畫家，我哋講係。所以家下都同台東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盧彥芬執行長，跟我哋都合作，唔拿做我哋鄉談國小，屏東縣家下都有6個學校，我哋共下做得來，我哋都去台北國際書展去發表。除了細人嚟去發表嘅時候，佢哋都感覺一家有樣嘅小作家，尤其喺個舞台當背吼，咧講一家嘅故事嘅時候。大家攏皮錯，攏唔知用嘅起點，用嘅講法。不過既然你第一擺轉來，第二擺我哋問佢哋講還愛畫圖無？愛，因為大家攏想講愛來國際書展，讓安尼屏東縣嘅故事做得對啲國際，對啲台北去。對於啲學習嘅立場來講嘅話，吼，咁容易啲細人可以完成一件事情，唔單止講係一畫出一幅圖。哦，無論同旁個人共下合作以後，有一本書可以出產，然後可以印出來，可以同他個人分享。我相信對細人來講，也有最大嘅成就感。唔單止講係一本書，對於來講，對自家傾聽一件事情，其實我有幾大嘅無同樣嘅影響。係，而家細人咧，吼，佢考試嘅時候，可能佢嘅分數攏清大，不過安尼做一本畫本出來。做得去攏人分享嘅時候，人人都感覺，我真厲害，我做得做了。要對了第一本嘅繪本開始吼，我哋都本身人嘅自家資源，上一來畫圖，上一來讓老人家講故事、談故事，都來參加了安尼畫圖嘅創作。尤其我哋咧阿公阿婆，我哋細人嚟買以後吼，我哋都嫌了細人咧教了阿公阿婆畫圖嘅時候，阿公阿婆要讓佢生活當中深度嘅故事講出來。其中有一個阿婆，
去细细时哈，伫个天球伫背，有个白鹭鸶过来拄伫龙旗的木柱，拄剁一下，掠一下拄龙旗的木柱剁下铁。安尼佮装了预言，毋过无人看得出来。佮咧咧讲的时候，讲不圣人的糖，龙圣人的讲，做人爱包容，做人要爱看一家，毋好看一家的缺点伫内，爱看一家有乜个优点。所以咧阿婆讲，佮一生人都真快乐，一生人都真幸福。佮要希望生人会要安尼去看一家的人生。伊在看好了个简单的绘本，没想到係帶俾我哋生人的這個伊的自信心，同時嘛可以把我哋生人的同我哋睇嘢啥合放了。相信下我哋下我哋買個多個精彩的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個節目我哋湘潭國小嘅靈修研究長同我哋講，伊哋當初繪本嘅創作嘅過程。我想請問一下校長，因為其實頭都有講到講，原來喺湘潭地區隔代教養一件事情，其實係一個幾常現象。但是以後人就發現到講，其實把隔代教養變成老幼共學。老幼共學一件事情，佢變成他個人變成唔係教育嘅問題，係學習嘅問題。咁生人咧過去用繪本畫寫起嘅東西嘅時間，唔係係用佢本身人嘅佢哋寫起嘅歷史啦，無論寫起呢個地方係可以注意嘅地方咯。好，咱呢湘潭國小吼，佢哋啊，啲太武山下啲185縣道東北。我哋嘅生態真豐富，因為係安尼，所以我哋希望咧生人咧啲我哋嘅課程做得去看咧我哋一家嘅素材，所以我去導覽嘅時候，沙起地杯老人家都係我哋嘅老師，第一欣賞佢哋體曉講，所以我哋都讓生人咧去拜訪佢哋，本佢哋嚟。社交我哋嘅素材，尤其今年講啲故事嘅時候，攏要用以前嘅河壩，以前湘潭莊嘅農出物，個青島以前嘅食嘅東西，今年都會同啲條生人嚟講，啲所有嘅東西都變我哋一家嘅做啲故事嘅題材，尤其我哋有一隻阿公，也有很多生源阿公哦，佢細細都喺湘潭咧，佢啲湘潭咧，佢真會講故事，所以生人咧攏要去攏去搶教，搶教嘅時候，佢都會講，以前今年做乜嘅好事咧，今年教乜嘅好教嘅，安尼生人咧都真愛聽佢講故事，天意會講故事嘅人，都係我哋咧陳福教教導，佢係石頭掠殺去嘅人。佢啲湘潭國小吼教書，佢咩喺細細吼，尼湘潭教書嘅人吼，差唔多 T1 T2，佢哋喺89歲。尼陳福教教導，佢咩會讓生人嚟講咧？有時候我哋生人咧都會感覺，佢嘅阿公阿婆吼，讓啲阿公阿婆無教養，用嘅無教養。佢嘅阿公阿婆有時候一件事情講過嘅，一直講。所以有一擺生人咧都攏愛講，我嘅阿婆吼，逐擺都講咧，講過嘅佫講，所以我家下都想到，會唔會係識字嘅問題？安尼嘅時候，我哋希望生人咧專去屋卡對一家阿公阿婆，你會發現佢哋有乜嘅無教養，所以家下我哋都創作了本繪本，叫做記憶甘蔗田。記憶甘蔗田地背吼，其實都係講到倆苗條條嘅老人家，倆老人家都想講，以前嚟都青島甘蔗園，以前嚟都青島農厝嘅，
掠下来，爱土唔能来咧침老厝诶。毋过倒掠免毋许，倒鸡毋免毋许，掠猫头鹰阿公都即家都相讲免到讲娘诶，爱拢无穷用，啊一直讲都讲以前，一直讲都讲奶油老厝诶。所以安尼个人都让分了生人的地，唔个其他人啊，安尼讲的时候，安尼要关心佢，可能有失智，那把这样的议题推进俺人的非本地位，所以也都系俺人的记忆甘蔗田。但是冇相当呢，因为像头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俺哋教上广东都讲，俺哋因为爱写故事，写绘本的故事，嗰种我哋去强教俺等三级地步的老人家，有的老人家都讲以前的故事啊，有的老人家都讲以前的神法，但是有的位家长的声音的老人家都讲，伊经讲同样的东西。但是可能在教上都发现到讲，也可能係一啲失智的问题，然后慢慢的对嗰個主題發展出一本繪畫。好，而且同時對嗰個繪畫地方，我相信其實生人如果提過啊，乜個按到失智，好，伊可能會出現呢一個情形係乜嘅，同時伊係咪愛把嗰個情形歸去注意，如卡嘅阿公啦，無論阿婆，等於講嗰個繪畫唔單止係生人的一個完成的一個作品，同時嘛係一個歸創一個社會關懷的一個作品。嘿，因為我哋社區地區吼，老人家特別多。你喺老人家，我哋辦樂齡學習中心，其實都係希望佢哋做得來學教，讓大家嚟講話咩好，嚟學習咩好。所以我哋開個課程吼，青島有打太鼓。吹陶笛、跳律動，要本佢人做導覽員，所以咧安尼一系列嘅課程吼，本佢人青島市面，啊有藝人記得阿公阿婆咧安尼講以前嘅事件吼，人都相當做得本佢人來畫了繪本，所以家下吼，佢人相當愛畫繪本吼，佢人親唔願意來，上課嘅時間吼，我哋都一直打電話給人養回來，一畫圖吼，畫半年忙唔辦幫畫貼，係幫唔貼，唔過好到報名吼，阿公阿婆今日咩攏佢畫下來，將了湘潭，個湘潭阿婆嘅鹹酸甜，個含有一個喜事，你都今日嘅成法。畫嘅時候吼，我哋生人會教佢哋愛用嘅畫，我哋生人嘅家下都係唔識用水彩，唔過佢哋都教阿公阿婆用水彩，所以安尼畫下來，阿公阿婆咩感覺？以前安尼嘅成法，講掠下嘅成法，讓生人嘅腔下學習嘅奇妙都啲啲啊。冇唔錯，因為有的嗰度嘅人吼，可能會用廣東嚟講以前嘅故事，但是你係畫下來，如果講唔識畫。我以前冇學過畫圖嗰種唔識畫，但是嗰種喺新人去教，也順去教嘢時，幾都冇咁樣喎。如果感覺到哇，我順得咁厲害，我記得要順得可以教我，也係一種好幸福嘅事情啊。咁係咪同我哋咧觀眾朋友多講一下，譬如唔同嘅樂齡嘅中心地位啊？其實頭都唔係講到講，其實有搞嘅有幾多課程後，除咗係畫圖以外，其實創作運動嘅部分咪係人哋去創業嘅。咁你從人嘅樂齡中心成立以後，佢我哋咧睇人啥反應樣？今年親愛來哦，因為多了樂齡來吼，你我哋屏東縣吼，了下有一個表演嘅團體吼，親有名，叫做千歲團。講嘅都係我哋湘潭角色新比樂齡嘅阿公阿婆，今年親愛表演，咩親樂觀，乜解事情都親好去做，所以今年比賽咩好啦，也是去做父母咩好，今年攏親有興趣去做，尤其畫圖嘅時候，因為我哋學校嘅先生冇按到時間做得陪，donc今年一做下來畫。家下我哋都有請到一個朱英婷老師，呢個老師吼，佢係一個廳長嘅大學生畢業嘅，佢家下都來到湘潭，我哋都拜託佢哋讓阿公阿婆來教佢哋畫圖。英婷老師其實佢廳長，
伊无嘛晓讲，啊，俺哋阿公阿婆吼，啊晓讲，啊个唔晓写，啊，所以今年咧沟通吼，其实有真度困难。啊，毋过俺哋阿公阿婆真好，今年都很细人嚟教，今年看用嘅写，啊写本先生看，啊先生都晓得讲哦，原来爱用嘅，啊所以用嚟安尼就沟通起来。所以家下捌分出来时哈，俺哋都屏东县家有伊咧发表，家下朱老师今日感觉真有成就，啊做得教了阿公阿婆，啊你阿公阿婆咩感觉？逐三人拢无穷用，逐三人咧一家有奈无不足的地方，其实都不一样，啊大家拢会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过生活。冇唔错，每每个人都係。某个事情如好诶，吼，有啲人可能你谈嘅地方個談唔到，啊有啲人可能冇錯嗰數個冇寫時，冇法用嘅呀，人哋都麻煩人哋順咧，把寫下來，我人哋先生都提供，人哋那唔愛，和他可以互相配合，和他可以互相鼓勵，你講唔講？人哋都先阿婆都捌出嚟啲。像他阿媽嘅含酸甜，呢度寫畫出嚟其他冇像飛本。我相信飛本係件事情對阿公阿婆來講嘅話，而家鼓勵咪係貴睇。我哋經驗吼，本來都想講吼，阿公阿婆逐擺捌了圖吼，因為時間攏遷就，啊今年因即間無此行，所以了擺吼想講，安尼過來出一本飛本好無？了着阿公阿婆吼，本來想講今年拍賣，攏係講唔會，啊無想到咧講阿公阿婆講好呢，啊嚟問今年講安尼經驗來，安尼來出乜解較好呢？今日攏係講阿無來出安尼，以前是咧嚟吹舌，所以講今年做了舌尖上嘅記憶吼，今年都講以前今年做嘅滷味也好，啊無今年咧吹舌啊，牛乜解攏出乜解。其中有一個真重要嘅叫做烏蛇條，呢烏蛇條係唔同，同以前咧安尼嘅番薯粉，都用水安尼搓啊吼，都安尼去安尼嘅蒸籠就會蒸出來，安尼都係無手條，安尼無手條吼清硬，唔過掠係今年以前阿婆嘅阿婆本今年真好嘅滋味係。但是嗰種阿婆冇講，我冇嘢畫出來。佢本人都完全唔一樣，佢像人哋唔可能用一本嘅飛本，把我哋沙起地背嘅，我哋講過去嘅事情、人事物，全部記錄下來。佢從日安尼發飛本嘅記錄來講嘅話，高中有乜嘅記錄講，譬如下100可能話就做某樣嘅事，冇用嘅記錄冇。我哋其實吼看了8本吼。安尼攏真歡喜，我要希望安尼屏東縣33個鄉村，大概鄉村都有一家嘅畫本，我哋希望大家都做得老幼共學，本安尼屏東縣無共樣嘅感情，大概做得去做，係。嗰種一本飛本，伊唔單止係連接到沙溪地區所有嘅記憶，同時伊嘛可以把附近所有鄉鎮人嘅想法去聯合起來。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嘅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到節目，我哋來自屏東湘潭國小嘅林秀雲校長，同我哋講老幼共學嘅一個過程。我想問一下校長吼，因為湘潭國小，佢冇得講湘潭嘅地方啦吼，可能對我哋嘅觀眾朋友來講，唔係一啲咁熟悉嘅地方。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，湘潭係一啲樣嘅地方，同時講一下湘潭國小嘅歷史好唔好？好。我哋湘潭國小吼，佢喺屏東縣嘅新埤鄉，新埤鄉佢其實都係喺屏東嘅185縣道沿山公路，都係太武山下嘅一條公路。那呢一條公路吼，對北都古樹鄉、
都俺们的春日都崩了。那湘潭都迄伫咧中间的地方，其实其都一条路上拢迄演出名的总头都迄湘潭唔迄。湘潭伫咧，所以具有深度无穷样的族群聚落，用深度的文化伫咧。我18年来到湘潭国小，计下生人的特殊，生人的资源拢较无足，所以我们都一直希望生人的要伫一家做得做物嘅，一家买做物嘅。所以1803年，我们都申请屏东县的理念学校。1804年。对理念学校，计下我们都从猫头鹰开始，因为今年感觉猫头鹰会带走我们亲人的叫声。唔过我们用声音来讲，猫头鹰其迄智慧，其迄福气，我们要做得来家己俩。计下要用黄裳凤蝶、台北赤蛙，都让孩子去选，看爱哪一只。多每今年都选到猫头鹰，所以我们学校所有的课程都对猫头鹰加去，所有画图咩吼，拢用俩来做我们的意象。那些安尼，生人都偏到亲友之心，佢拢感觉哦，俩猫头鹰都会智慧，都会福气。从安尼我们撒去的俩老人家，要感觉真好啊，俩猫头鹰亲奖，所以俩下我们的总头吼。当归拢画猫头鹰，嘿，对咧安尼开始，我们爱生人来做物嘅，希望生人来做得第一家智慧伫哪位生活智慧。所以讲，我们1803年理念学校，104年我们都得到教育部品德典范学校，今年都迄老幼共学，伫我们爱用的对待安尼的斯坦人。恩用的对待安尼的同学，伫学校做得做用的事情，父母拍萨。1895年，我们都用猫头鹰角校的课程，得到我们教育部的教学卓越金质奖。那106年，我们计下都想讲走入实验教育，公办公营。公办公营的学校吼，对我们来讲真重要，因为湘潭的生人呢，佢无咧补习。今日无其他斯坦人做得高级的功课，所以咧哈，我们都会本身人呢，数学多2节，国语多1节，还有其他的课程，我们都做一些编发，做主题的复习。安尼我们计下做公办公营的兴业学校。到1807年，我们屏东县的教育处，其中我们媒合财团法人屏东县。慧光圆通普贤文教基金会，俩迄一个佛教的团体，伊来都会上爱分俩沙期做得有亲好的资源，带进食物银行，分俩生意呢无先发当杯，今年的困苦，做得到亲好的帮忙，俩都湘潭国小，安尼一路做行来的理查。佢当初做嘛个会有一个基地变成一个实验国小。实验国小都係我哋嘅課程，希望做得增加深度我哋生意嘅唔曉嘅課程，比如我哋嘅國語、英語、個人嘅科技。我哋嘅實驗學校做嘅就是雙語、生態跟科技。你啊，弄係生意嘅佢教育地位吼，真難得做有嘅，所以基金會都把都用啲弄推進安尼湘潭國小來。嗰種經過安尼嘅公辦公營，吼變成一個公辦民營，以後我相信未來嘅湘潭國小，佢有啲資源，吼同生意嘅自信心會越來越高。但是常常有一個感覺就講，你後來先苗頭調變成一個湘潭啊，無論湘潭國小嘅鄉鎮嘅事情，因為其實苗頭調嘛係一個生態嘅指標，好有一個過強嘅地方，譬如講有全部都叫做農厝嘅啦，全部都沙果嘅地方，那我有苗頭調，好，嗰種其實伊係嘛係一個當地生態，嘛係一個幾完整、幾多年嘅一個證明。哦，嗰種像喺自然生態部分，湘潭國小很容易去發展也會提升。我哋學校吼都係喺太武山下，
啊，你3公斤的蔬菜，所以我们无杀药的，我们做凊好的保护，要去甲做堆肥，我们都会希望生人呢都最自然，都掠安尼去学习，安尼做得同青岛生态生物好好的共存。所以我们在做画图的时候，拢突生人呢去观察，做得一家去做实际的去看。所以我们捌了听龙唱歌了本的时候，要迄生人呢都会去看，家下都会105年，家下都会干旱的时候，啊生人呢都想讲，干旱安尼的土地要用的，阿公阿婆若无水做得啉要用的，所以了本故事都会安尼出来。啊，家下生人呢，了人质吼，伊都用了奇异笔，一点一点去画了缠绕画。咱画的时候，其实佢感觉真艰苦，因为一点一点画深久，了本吼，佢差不多画100页。啊，你了安尼，佢都想到，其实做青岛事情拢安尼，真困难。啊，毋过一家只要有信心，佢都做会上。可是等于如果完成要一幅画时间，伊唔单止要去观察啊等设计的手法，我哋嘅田地可以凿的时间，我哋咧田会闭开来，冇水可以湿的时间，我哋嗰度通知我洗下，但是伊啲画图的时间嘛，系一点一点喺度画，可是也过程归辛苦，但是完成以后，应该感觉到归快乐吧？嘿，那你咧想讲吼，生人咧都会安尼。那安尼若用了100种的方法去教佢慢晓的时候，身上都会上过100空1种。按都喺安尼里程，我们的生人呢都要教佢的学弟学妹，都拢跟人讲，应用的画，应用的去做观察，应用的用安尼详谈的故事介绍给其他人。啊，你阿公阿婆要去，今日你哈。对了，要做得去父母骗人，所以我们的关怀据点第109年为成立的时候，家下有8杀我们阿公阿婆去做志工，啊，都系安尼，部门今日都想到，安尼要一家做得导览，要一家做得来看我们故乡的故事，做得本人地，所以了哈今日要做游学课程。其实安尼一个沙期做得对。原本无乜嘅亲好嘅一个意象，或者是说非常有名的素材，做得到了哈，做得做游学课程，做得出去潜水团，大家都伫了向谈落来，啊，全国要伫安尼喺猫头鹰学校，其实了拢是大家向下一起努力做落嘅成果。我相信他个人家是已经有心，然后变成有安尼咁样嘅成果。因为种普通人嘅教堂讲，你上堂前一站你都感觉到啊，上堂都人数越来越少，因为嗰当然有意思嘅话，都会晒出去。但是也竟然都发现到讲，唔单止係上堂骨少，越来越有名，上堂沙旗，上堂沙旗嘅老人家，嘛，他个人讲，有乜嘅沙旗可以去见观摩时间。有啲想講，我去上堂可能，因為上堂老人家就像我頭先人咧教堂講一樣，唔單止自己會畫圖，同時嘛會自己去做沙期嘅圖啦，同時嘛會服務別人。其實老人家服務別人，應該講老人家志工對老人家來講，或者對我哋斯坦人來講，其實也有心情係啲轉換，啲佢重要嘅啲工作嘅經驗嘅。我記得106年嗰年有一個莫蘭蒂風災。莫蘭蒂颱風嗰年佢瞬間陣風是16級風。那向潭國小我哋咧樹嘅大樹到30-40棵。啊，家下大家攏在救災，所以福到地杯，其實家下也並過來辦日，其他都靠我哋沙期大家來向下，讓福到敷衍，生人嚟做得專對福到來上課。所以向潭了安尼100年，我哋嘅做了下，其實拜六禮拜今日攏要進來掃了天內，啊要整理我哋嘅樹誒，啊所以福到清槍要清醬都會安尼來，所有嘅教育攏強用，為老人家為青島大家一來做下，
安尼样有希望。尤其我哋111年，我哋生日呢有93个，你安尼伫偏乡地尾是算真好嘅成绩。我哋要看到偏乡嘅人做得转来一家嘅物价，做得转来一家嘅地方。公司学校唔单止变成一个系学习嘅中心，同时嘛变成系一个社区嘅中心，因为利用学习业嘅方法，唔单止俾我哋嘅生意呢可以睇下得到自信，同时嘛俾我哋嘅斯坦人睇下片可以有一啲新嘅发展。唔係講斯坦人都一定要睇到卡中學，看電視等生意嘅鼓來，睇下嘅學習中心地位，可以簽到自家，可以去服務，可以去做嘅事情，可以證明自家能力嘅事情。佢將自家都一片服務已經研究啊嘛，佢對未來呢有乜嘅期望？其實我是掠下真歡喜，因為我哋呢家庭嘅教育又真好，我掠下我哋暗晡頭上課攏上到7:20分，主要都希望我哋呢家長佢轉來做得讓一家事情物價攏做到好勢，生意呢變好轉來，都會一個真溫暖嘅家庭。我哋掠下差不多7點人，我哋都有請到斯坦人，尤其爸爸。佢會來看一家生意呢，啲學校學乜嘅，啲學校啲掠咧特殊嘅情形，你本我哋看到有樣真感動。有我100年來嘅時候，我哋開掠呢家庭親子日，來攏阿公阿婆，來攏係掠斯坦人較多。今掠111年都無共用，我哋有93個生意呢，來家中有60幾個啥，掠60幾啥，攏係爸爸媽媽。所以我感覺偏向嘅教育，那做得本安尼生意呢斯坦人。你係青壯年嘅爸爸媽媽都轉來嘅時候，安尼鄉談都真有機會。所以唔管幾多年，唔管用嘅鄉談嘅教育一定有希望。對於幾多都市鎮嘅人來講嘅話，學校能係一個特殊學習嘅地方，但是對於我哋嘅偏鄉，尤其對我哋嘅鄉村來講嘅話，學校唔單止係一個特殊嘅地方，同時亦係培養我哋生意有自信嘅地方。還有更重要嘅，而係培養我哋斯坦人，我哋嘅泰人啥，係同我哋生意呢，向下學習，同時尋到幸福嘅地方。今輩感謝我哋嘅高中老師聽從我哋分享按到從鄉談國社嘅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休息一下哦，聽我哋欣賞來，向下運動哦。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